这人身份能确定吗？能确定，方健，他是我们业委会代表，住在16号楼307。就是。王健，哎，就他。别跑！站住！你行不行啊？站住！我扶你吗？别跑！恶性肿瘤的患者，还有一些病危的。跑什么呀你？给我起来！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？贲门癌？您确定吗？方健，他平时身体很好的，没闹过什么毛病。你们是不是那个检查错了？检查结果是这样。你要不再给他查查，他怎么可能得什么癌症？哎，你怎么出来了？你这身体……没事。不是那个大夫是……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。走，咱回家。走。你杵在这干嘛？我跟你说，我这还没死，你就别在咱们小区对面搞那个什么临终关怀中心。起开！你在写什么呀？遗嘱。你别害怕，没事儿。没事，干嘛立遗嘱啊？咱们管理好多人都立了，格格也立了。在这干几年你就知道了，对于生死，有人看透了，有人未雨绸缪。我是属于后者，虽然现在活蹦乱跳的，但人有旦夕祸福，立个遗嘱，踏实。你没听说吗？人只有在立遗嘱的时候，才能明白哪些人更重要，哪些事要珍惜。咋样？立吗？不立，没什么放不下的人。哎，3月啊！我妈呢？你妈给客人吃婚纱呢。你妈现在有点忙。没事儿，那你跟她说吧。你说我周末可能回去拿点东西。周末呀？周末什么时候啊？你们有事儿吗？是这样，周末呀有一个婚礼，你妈要去给人跟妆，我得给她打下手啊。行，知道了。新娘，你是否愿意与新郎成为夫妻？从今往后，不管疾病、健康、贫穷、富裕，都将携手面对，互相尊重爱护，一生一世直到永远。不愿意。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不扶着他？我不是扶着吗？没事，进去赶紧进去吧。不是你说你干啥不行啊？摔跤第1名什么意思啊？烦死了！就是你的问题嘛，你说是不是？走开吧，烦死了！我去，别吵了，别吵了。哎呀，没事。3月来了，3月，跟着我。你现在就是怪我了？我不管你怪谁啊？说了不搞什么草地婚礼，你非要搞草地婚礼啊？现在摔成什么样了？摔得像个披萨一样，忙前忙后一大堆事情，我哪顾得你呀？
这是草地婚礼的问题吗？我妈是专门找过风水大师的，这酒店的风水是最好的，你懂什么呀？你妈最懂了，那是跟她过去，跟我过什么呀？哎呦，怎么弄成这样啊？你说就不能少说2句？哎呦天！是啊，没完呢，咱们。先吃点东西吧，我上旁边抽根烟。你不说你饿死不回来吗？回来干啥？给我钥匙，我拿我自己的东西。我听你大爷说你找了工作了。嗯。干什么呢？工资多少？五险一金给你办了吗？我跟你说，你长点心。现在外头搞传销的可多了，你别一天到晚没心没肺，最后还得让人给骗了。我在殡仪馆做化妆师。在哪儿？我说我在殡仪馆做化妆师，给遗体化妆的化妆师，听清楚了吧？谁在宾馆做化妆师？你谁呀你？哎，那个，哎呦，哎呀，可以了是吧？怎么回事？走吧，不是你谁呀？他刚刚说他在宾馆做化妆师。没有，我们家姑娘她过来拿个钥匙，你们听错了，她就是一个普通的化妆师。你画呢？哎，行了，喂，怎么了？啊，你确定什么意思？根本不会钱。我们看清楚你了，这个怎么了？有话好好说，好好说。我同意你怎么了？